破读学台语佮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40集196条。我叫电梯门ngeh在中，ngeh在中，就是我被电梯门夹在中间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业，嘛会使读做ngeh；第二字读做ngeh；第三字读做夹，业仔的业；第四字读做ngeh。197条。爱食家己ngeh，就是喜欢吃什么自己夹。咱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ngeh，第二字读做ngeh，还是夹嘛会使第三字读做业，是夹仔的业；第四字读做ngeh，是ngeh两个ngeh。198条。我脚踏车的后轮仔爱灌风，就是我脚踏车的后轮要打气了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罐，罐头的罐；第二字罐；第三字罐，一罐作风的罐，也是读做罐啦，罐过的罐；第四字读做担。199条。白白布染到乌去，就是一块纯白的布料被染成黑色的就是有点意思，就是被抹黑的意思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黏，还是黏香的黏第二读做黏，还是黏第三字读做黏，真黏的黏第四读做黏仔鱼的黏200条。唔通染到歹习惯，不要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画去人度着迄画；第二读做黏还是黏；第三字读做倒倒边字乌，正边字凸第四字这字读做黏还是黏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